Hello，大家好，又係我啦。大部分樓盤都話近 LRT，但係呢個係直接起喺 LRT 上面，就係呢一個分別，完全改變晒成件事。最正嘅係佢喺吉隆坡市中心，歡迎 Centrix KLCC。依家我就係企正喺呢個 Centrix 門口，佢係直接起喺 Dang Wangi LRT 站上面，就係嗰邊你依家見到嘅位置。坐 LRT 兩個站就到 KLCC，三個站就到 KL Central。你亦都可以見到呢度仲有一條天橋，直接去 Bukit Nanas Monorail 站。搭呢條 Monorail 站，兩個站就到 Bukit Bintang。城市生活就喺你門口。Centrix KLCC 就位於 Jalan Ampang。當我話起喺車站上面，佢真係直接起喺 Dang Wangi LRT 站上面。成個項目就落喺一幅2.39 acre，就喺呢度，就係我頭先企嘅位置。你依家可以見到呢度就係 Dang Wangi LRT 站，個項目係直接起喺上面。而呢一條就係駁去 Bukit Nanas Monorail 嘅站。Centrix 有一座樓，47層，總共有857個單位。喺 G Level 有22,000平方尺嘅零售商鋪，有 F&B、Convenience Store、Hypermarket， 仲有其他。基本上你所需要嘅一切全部都喺樓下，令你嘅生活更加方便同輕鬆。不過呢個項目最主要嘅賣點就係佢係 TOD 嚟設計。咩叫做 TOD 呢？ TOD 就係住、做嘢、玩樂、通勤，全部都係同一個適合式嘅生活生態圈入面。你一行出大廈門口就已經到咗 LRT， 咁即係話租客根本唔需要揸車，冇塞車，冇揾位泊車嘅壓力。租客出入好方便，年輕 professional 通勤冇壓力，你嘅單位自然就變成好容易出租。對投資者嚟講，租客需求更高，空置率更低，長線升值潛力更好，而容易出租嘅物業就等於開心嘅投資者。不如我哋講下 lifestyle 呢個項目嘅 facilities， 分開向兩層。喺11樓有 Canopy Walk、Edible Herbs Garden、Pavilion Station、Barbecue 平台、Fantasia， 仲有共享工作空間、高咩廚房、唱歌玩樂區、遊戲區，其實仲有其他。喺45樓有 Sky Gym、Sky 泳池望住 Twin Towers， 同埋 Cantilever Viewing Deck。今日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個891尺嘅 Dual Key。所謂 Dual Key 意思就係可以有雙倍嘅租金。你一入門就會見到呢邊有一個門，另外一邊有另外一個門，一個門通去其中一個單位，另一個門通去另外一個單位。呢個空位可以做鞋櫃，
一入門口第一樣見到嘅就係浴室，呢啲全部都係有提供嘅，仲有雲石台面。呢塊白色鏡都係有提供嘅。呢度係你嘅廚房櫃，仲有台面、爐頭同抽油煙機，仲有 2-in-1 washer。呢度有個空位，如果你鍾意，可以擺食飯台同梳化；如果唔係，都可以整成工作區，啱晒喺屋企工作或者 digital nomads 朋友。呢度好大，好容易擺到 king size 床。老實講，相比其他 dual key 單位891尺，其實算幾大。喺呢一邊，呢個就係 dual key 嘅另一個單位，而且係鏡像設計。你會見到你嘅浴室喺呢邊，廚房就喺嗰邊。呢度有少少唔同，另一個單位就將呢個位做成工作空間，但係呢個單位就改成一個細客廳，擺咗梳化同餐台。呢邊就係你嘅 king size 床，仲會配埋電視。講真心話，點解揀 Centrix？第一，真正嘅 TOD 發展項目，直接建喺敦煌依 LRT 上高，提供無可不敵嘅連接性。第二， KLCC 嘅地段一直都好搶手，租得快，升值力強。第三，租客市場好廣，因為有好多唔同戶型可以揀，適合外籍人士、遊客、數碼遊牧族、年輕家庭、年輕專業人士同情侶。第四，樓下有商場方便，
通常都會帶到更強嘅租客需求。第五，長遠增長潛力 TOD 項目通常隨時間更保值。第六，酒店式服務呢個項目會揾一個 main operator 提供酒店式服務，例如 concierge 服務、清潔服務、代客泊車服務，仲有其他。呢種項目唔只為今日而建，而係為未來10至20年嘅城市生活而打造。Century Scale 先時唔單止係賣單位，佢賣嘅係時間、連接性同生活質素，而呢啲就係精明投資者會睇中嘅嘢。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每個禮拜轉一次語言，今個廣東話，下個英文。今日就到呢度啦，買得醒，投資都要醒，一齊做一個唔會後悔嘅決定啦。我係 Amanda，你嘅地產拍檔，下一個 video 再見啦。